大家好，我係 John，歡迎嚟到 Mackie。今日我將會教大家點樣利用 iTunes 將鈴聲檔案匯入落 iOS 裝置入邊。首先，我哋需要預備一個鈴聲檔案，然後打開 iTunes，將我哋以 MP3 格式嘅鈴聲檔案拖入去 iTunes 入邊，然後我哋揀返我哋嗰個檔案，一 right click 進入簡介，選擇開始時間同停止時間。注意 iOS 嘅鈴聲最長只可以有39秒。然後我哋進入選項，確認冇問題之後撳好，再 right click 撳製作 AAC 版本。製作完成之後，我哋會見到一個39秒長嘅檔案，然後撳顯示於 Finder， 然後我哋可以拖出桌面，並喺 iTunes 資料庫上面移除頭先嗰個39秒嘅檔案。跟住我哋喺桌面要將呢個檔案嘅副檔名稍作修改，由 M4A 改做 M4R。M4R 就係 iOS 裝置入邊嘅鈴聲檔案啦。跟住我哋可以將佢重新拖入 iTunes 入邊。喺呢個時候，我哋發現呢個鈴聲已經成功匯入落 iTunes 度啦。咁喺呢個時候，我哋只需要將我哋嘅利用 USB 線或者係 WiFi， 將我哋嘅 iOS 裝置同埋 iTunes 同步。咁我哋首先要連接到電腦先啦。後我哋需要去返我哋嘅 iOS 裝置入邊，去返鈴聲頁面，撳同步鈴聲。我哋可以同步所有鈴聲，或者係所選擇嘅鈴聲，然後撳套用，跟住系統就會自動進行同步嘅工作㗎啦。咁我哋而家就同步完成咗，咁我哋可以入返我哋嘅 iOS 裝置入邊。我哋喺呢個時候要打開設定、聲音，然之後鈴聲，咁我哋就可以揀返你鈴聲㗎啦。想了解更多豐富嘅內容，歡迎瀏覽 Macking。